露台趟門成日拉極都棘住，把手又爛，邊位又滲水，究竟點算好啊？趟門維修達人 Tasco 就同大家逐一拆解，仲教埋你4個令露台趟門更加襟用嘅 tips。通常咧，如果露台趟門喐唔到嘅原因咧，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嗰個路軌啦，會有可能有好多沙石喺嗰度棘住咗啦。咁其次咧，可能一啲比較耐樓齡嘅一啲屋苑啦，咁啊用得耐啦，就會壓碎咗嗰啲轆啊，或者會變壞嘅。咁如果想知道個轆係咪壞嘅話咧，其實就睇唔到嘅，一定要成隻門啦，露台趟門拆出嚟先至可以睇得到嘅。咁但係你都可以試下去開山嘅時候咧，感受一下佢。咁有啲凹凸不平嘅情況咧，咁有機會係佢個路軌損壞咗啦，或者係個轆咧就已經變咗形而造成嘅。一組門啦，正常會有2組轆喺下低，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啦。咁通常佢啲門咧都會用一啲膠轆啊。咁有啲舊式嘅屋苑啊，更加會採用係比較多啲膠轆嗰個問題。呢個咧就係原裝咧用咗10幾年我哋拆出嚟嘅露台門趟轆啦。咁你會見到佢本身用緊嗰個物料咧，其實都係膠做嘅。咁啊膠會比較容易啲會爛啦。咁而家咧通常我哋都會換翻一啲金屬嘅銅轆嘅，佢嘅堅固度亦都硬淨好多。如果維修露台趟門轆咧，咁我哋最主要有4個步驟嘅。咁首先啦，我哋要清開晒窗前露台前面嘅所有嘅雜物先啦，先攞吸盤，咁啊吸起咗嗰個露台趟門先嘅，咁啊將佢鬥起啦，然之後再瞓低隻門。第2個步驟咧，我哋就會將嗰個舊轆啦去拆走嘅。咁而第3個步驟，我哋就係會裝翻一個金屬嘅銅轆落去啦。最後一個步驟啦，幾位師傅咧會合力安全咁樣將個門啦抬翻上去個露台門框上面，然之後試下開拉，睇下佢係咪順暢啦，咁先至為之係完成。咁但係如果你個單位係裝修單位嚟嘅，最好喺差唔多完工先至去做嗰個維修，咁避免咧維修完之後又有大量嘅沙石係藏咗喺個路軌入邊。如果咧淨係得一組轆係爛咗嘅話咧，另外一邊轆相信距離可能壞嘅日子都唔多噶啦。如果你可能下一次再壞嘅時候，咁啊先再叫幾個師傅上嚟去整嘅話咧，咁可能分分鐘嗰個花費會仲更加多咗。露台門除咗膠轆有問題之外咧，一般咧佢仲有幾個損耗品嘅，咁係一啲拉手啦、門嘅手掣啦，或者係佢一啲防水嘅膠邊。呢邊見到佢嗰個手掣咧都仲係完整嘅，咁而呢一邊咧，因為一啲老化嘅問題咧，你見到咁都已經係斷咗，咁啊需要更換翻嘅。樓齡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啲膠邊咧都會開始慢慢老化，好似今次呢個單位咧，啲膠邊咧佢都已經開始慢慢係剝落咗啦，完全係冇咗嗰個防水隔音功能嘅。有部分嘅業主咧就會選擇 DIY 啦，自己去裝一啲隔音棉啊，或者一啲毛毛條啊裝落去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就唔係太過建議啦，因為本身佢個防水膠邊咧，我哋都要配翻啦一啲啱佢嘅粗幼度啦，同埋啱佢嘅坑腳位，咁樣先至會適合安裝嘅。同埋通常我哋會採用而家一啲物料咧，叫做3元月餅 EDTM， 咁佢可以用喺一個極端氣候啦，而且一個使用嘅壽命亦都會比較長啲，起碼有10年以上。其實坊間咧有啲人咧就會將一啲包書膠啦去冚住嗰個露台路軌喎，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其中一個辦法啦。咁但係當風壓比較大少少嘅時候，啲雨水由翻個底倒灌翻入去嘅話咧，就未必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啦。我哋一般都建議翻即係更換翻個膠邊會比較好啲。最後啦，我哋俾幾個露台趟門襟用嘅小貼士大家。咁如果想保持住個趟門開關順暢嘅話咧，咁其實可以定期啦，用一啲清水去清潔翻呢一啲位置嘅。咁再唔係咧，可以借助一啲工具咧去掃一掃翻走一啲沙石或者灰塵嘅，用牙刷可以掃一掃翻啦。咁啊或者用啲風泵封翻走一啲沙石嘅，咁佢會可以 keep 住順暢，個轆就唔會有嘢棘住啦。如果咧你個露台門啦開拉嘅時候會發出一啲拖拉嘅聲音嘅話咧，我哋建議你啦可以用翻少少潤滑油落翻喺個路軌嗰度，喺個頂嘅門框上面啦都可以加翻少少。
坊間有啲潤滑油咧，咁其實得15至20% 到嘅純潤滑油成分嘅啫。咁最好揀翻一啲咧純潤滑油嘅成分，咁唔會話有啲腐蝕性，就會揦到落去嗰個窗框嗰度嘅。最緊要記得啦，係落翻適量啦，就唔好太多。如果你太多嘅話咧，好容易黐咗啲塵喺度啦，或者一啲沙石喺度啦。咁調翻轉，對於個碌嚟講，會有少少影響，會磨蝕嘅。盡量我哋開門嘅時候啦，咁可能有時開一半，有時開晒，咁唔好將嗰個門嘅碌嘅位置咧，長期受壓喺同一個路軌上面。唔好咧，經常都係習慣用呢個手柄啦去開關，因為個手柄嘅位置其實都會比較脆弱嘅。咁我建議翻咧用翻啲露台門拉手啦，咁佢嗰個受力咧係會比較好少少嘅。如果冇嘅話唔緊要，或者都可以自己 DIY 嘅，可以自己去一啲五金公司啦，或者揾專業公司去安裝翻呢一啲露台門嘅拉手啦。咁用呢一個拉手去開關嘅時候咧，佢個手掣嗰個使用壽命就會再更加長、更加襟用啦。